大家好，我係 Simon。最近合成生物領域內嘅重磅企業瑞德林生物完成咗超過5億元嘅融資，顯示出佢喺市場上嘅強勁增長。咁作為一家喺2017年成立嘅公司，瑞德林一直以其創新技術同埋持續研發為核心，不斷推動業務增長。呢次融資咧得到咗多個資本方嘅支持啦，未來咧將主要咧用於提升產能同埋新產品嘅研發。喺過去嘅幾年中，瑞德林嘅業務增長驚人，營收實現咗近乎翻番嘅增長。呢個正係因為其對人工智能技術嘅重視與運用。瑞德林好早便開始將 AI 技術應用於產品開發，並透過建立 ReAI 4Bio 平台嚟提升研發效率。呢種系統性嘅佈局使到瑞德林喺酶同菌株嘅篩選、蛋白質設計等領域取得咗顯著嘅進展，形成咗一個強大嘅 AI 模型組合。瑞德林嘅創始人兼 CEO 劉健表示，企業必須保持佢技術嘅持續迭代，並保證研發強度，同時積極尋找新市場及產品。呢個唔單止能夠幫助企業減少成本，仲能夠開拓更大嘅增長空間。值得注意嘅係，瑞德林喺美妝同生物醫藥領域嘅創新產品，亦都陸續面世，如乳腺基基肽等新型原料，顯示咗其喺產品多樣化上嘅努力。出海係瑞德林喺過去1年中嘅另一個重要戰略，尤其係喺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嘅背景底下，拓展海外市場顯得尤為重要。咁儘管瑞德林喺海外嘅佈局仍在深化中，然而要喺國際市場上企穩腳跟並唔容易，需要解決一系列嘅產品註冊同埋銷售渠道嘅挑戰。劉健表示，公司目前已經有專門嘅註冊團隊，但仲需要繼續擴充人力同埋資源，以滿足國際市場嘅需求。面對日益競爭嘅市場環境，瑞德林依然展現出堅強嘅生存能力同埋明確嘅未來規劃。未來嘅發展將更加依賴於企業嘅綜合經營能力，並且持續向市場輸出優質產品。總之，瑞德林生物嘅成功故事係一個關於創新與堅持嘅啟示。佢提醒我哋，技術創新同市場多元化係企業生存同發展嘅關鍵，尤其係喺變化迅速嘅行業中，更需要企業保持敏感性同快速反應能力。重點摘要：瑞德林生物近期完成超5億元融資，將用於產能同埋新品研發。公司喺人工智能技術嘅應用上成為行業先鋒，提升咗研發效率。瑞德林已經將產品矩陣擴展到多個領域，並推出多款創新原料。海外市場嘅開拓已經成為重要目標，然而仍然面臨諸多挑戰。企業需強化綜合經營能力，以應對不斷變化嘅市場環境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打開小鈴鐺，同埋分享俾朋友們。下次見。